一早叫咗你哋冇買拱北嘅二手樓，嗱真係驚你哋後悔啊！我身後咧就係拱北口岸啦，呢度行路過去咧10分鐘啊，一手樓買二手樓咁樣嘅價錢啊！嗱，再講多次係行路10分鐘啊，跟住鏡頭一齊過現場睇睇。啱啱喺拱北行路過嚟咧，先10分鐘嘅時間啊！樓下咧就係公交站啦，一站咧可以直達關口嘅步行過關啊！今日睇到咧係拱北啊，正中心啊，一個70年嘅純住宅啦，65個平方嘅，可以睇到啊，廚房呢度交標咧特別高啦，西門子嘅爐灶、油煙機同埋呢個洗碗機咧佢都係有嘅，而且咧係大明火啦，呢個天然嘅熱水器咧都係幫你裝好晒噶啦，而且咧係大明窗嘅。65個平方，佢個使用率咧係去到95%噶啦，咁使用率咧套內啊都有60個方嘅，30萬咧可以輕鬆做業主啦。呢度行路過關咧十分之方便啊，而且呢間細房咧都係大明窗嘅設計啦。洗手間呢邊咧 total 嘅衛浴啦，同埋智能嘅馬桶啦，交樓嗰陣時咧係全部俾晒你嘅。主人房呢邊啊1.5米嘅大床啦，同埋3邊嘅落床位啦，中央空調啊，同埋呢個衣櫃咧。都係全部幫你做好晒噶啦，而且啊佢個門咧係特別高嘅呢度啊，大金嘅中央空調，房間連埋客廳都係有嘅，首期30萬，啱個朋友可以約時間到現場睇下嘅，thank you。